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9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立法院今日3读通过房地合一税2点控修法，2016年了后买的厝，2年内卖出去要扣45%的重税。大甲妈设景 AM 主席要起价，按算参加的信徒有10万人，为了防疫，拢爱挂嘴安。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惊消风，旅行业者是5万放定回国了后的防疫限制。新开始，咱赶紧来关心花莲地检署持续在追查代替道路骨事故。今日约谈代替花莲干部单股的代替的员工，也有监做工程的单位，要来了解讲干部疏失。另外，针对冒工程照牌这单代志，花莲的检方嘛已经大规模搜索，也有带走14个相关的人员。即马承包商东升营造黄冰河，也有监工林中清，今日拢以400万，也有300万交保。穿着军青色外套查甫人，就是代替花莲干部单工程师潘栋义，负责这摆编配维护工程。而代替干部单长地金源甲副单长林凤正也拢在这批约谈名单中。另外，伫意外发生了后，互协调甲李吉祥斗阵出现的代替花莲干部单时间主任邢德耀也伫中昼互廉政署人员移送花莲地检署询问。检方这批约谈就是要调查代替花莲干部单在这标案内底是不是有涉嫌疏失。熊主任，第一时间你在干嘛？你有通报吗？另外，监做工程单位联合台地安全卫生人员张可负责伫迄车落尾了后，甲李义祥有通联记录。我中昼时阵也被传唤到案，检方正调查伊甲李义祥伫位是不是有逃窜口径。通联记录的部分，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有掌握，而且我们已经有在调查当中。好，所以至于您说的这个第一通电话到底打给谁，这个涉及侦查不公开。编配工程是毋是牵涉照牌这不法的代志？检方前一到透明来询问，东升营造负责人黄炳和加监工乌高林中清2人因违反政府采购法，透早分别以400万加300万来交保，资产拢已经被冻结。搜索办公处所以及住家，总共7个地点。好，那目前都已经搜索完毕。今日有约谈以及查证人员共6名。另外，团做非法的外籍移工阿浩伫事发了后，毋想再走，你是家己骑脚踏车离开。对此，检方表示拢有掌握，不过侦查无公开，无多说明。而代替清水泵坑北边的事故现场，电车线已经铺设完成，预计初9暗时开始，列车对崇德到河林中间2站试营运，但是这次顺利，就算过抢修工作过一段路。所来由第三方公证单位来进行泵坑结构安全的检测，预计4月16完成报告。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内部气氛嘛真沉重。伊向方看做是较挖资方的代替企业工会，会知影嘛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因是建议代替伫西部开北高快车，伫东部用座位较侪的 PP 自强号来营运。代替企业工会是表示，唔免讲公司化工遐远，现处时就会使解决。铁路局败马事故夺走50人的性命，事故原因要来调查。各方要求代替改革声音真多。交通部夜景区慢慢调向公司化，坚持反对公司化代替企业工会，再去对员工发出快讯，强调改革无需要公司化，内部马上应调整。应将速度较紧的普悠玛甲铁路局调往西线，开北高直达列车。虽然速度甲高铁比袂过，毋过毋免转车到市区。另外建议东部干线以座位数超过600的 PP 自强号营运，比座位数只有360左右。普悠玛铁路局有希望解决买无票的问题。高运量的，你把它拉到东部干线去运营，那其他的你可以把它拉来到西部干线。目前来讲，因为受限于政府对台铁的限制，时刻表上应该很难找到所谓的台北最快的班次，几乎是没有。不过代替目前伫都会区已经接运化，区间车班次密集营运，那北高要走快车，对营运班表甲列车调度是一大考验。以运务甲车站人员组成的代替产业工会也无认为，即嘛是公司化的适合时机。产工组长人员也是先教会，互白班合理员工未过劳才是根本。比如说提高员工待遇，留住人才，还或者是改善所有机器设备。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重塑整个组织的文化跟经营管理嘛。先做到企业化，那进一步朝公司化的方向来做规划，而这个都需要很好的设计跟配套，还有跟各界来沟通。
交通部长林佳龙前一天游玩到花莲事故现场，被问到代替公司化，伊回应票价是爱思考的课题。不过代替内部对起票价有真侪声音，因为要起到合理的介绍，恐加爱变一倍。若是起价无法度起足，无够成本，阁排到起价骂名，拢需要多方的考虑到。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立法院伫今仔日三读通过房地合一税2.0的修法，被打压厝价。伫2006年了后，买厝伫2年内就卖出去，爱扣45%的档税，被阻挡短期买卖投机的行为。若新制度打算伫7月份开始实施。修正通过。立法院议会初稿完成房地合一税2.0版三读过关，房地合一2.0修正短期持有的定期为2年又长做5年，防止低买低卖投机行为。档税压制炒房，新制会伫7月7日正式上路。我对这个政策工具赋予高度的期待，因为过往法人跟预售都没有纳入，而法人占所有交易量高达54% 之多，也因此我们可以很相信。这一次的房市合一2.0，它具有1.0好几倍的一个效果。囤房税是房地合一税的重要配套，国民党团未来将加速积极推动囤房税的修正立法。房地合一税2.0明定伫2016年买厝，2年内卖出去扣税45%，超过2年无满5年内卖出去扣税35%，5年以上无满10年卖出去扣税20%。这摆修法也将有售厝甲基地设定股权交易纳入，看做是房地交易，用来打击有售厝炒作甲假是公司股权转移的名义，做房地交易的避税行为。受政府打炒房影响，新建案有减少的现象。但是北台湾新建案第一季2300多亿，比去年第4季减少1700亿，减3成。这个房地合一税实施之后，它立即会造成的就是供给量上面的一个紧缩，就是不止这个中古屋主，很多房子这个被重税的闭锁期关注，就连新建商推预售案的这个意愿也大量的减缓了。专家指出，档税闭锁期又长到5年，赶在7月7日新制上路进前，第2季恐惊出现真济无满5年的厝拢提出来卖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台湾甲秘鲁的旅游气泡，除了头一团人点一点，若后壁第2团甲第3团报名的敢若10多人，头烧烧8零零。旅行业者即马是表示，因为回国了后自主管理，即马防疫规定伤济啊，加上团费贵松松，所以秘鲁即马嘛决定讲要放零规定，要吸收部分的费用，伊嘛要提出25块美金的补助。裁剪号码1号、2号的来宾。代表旅游修法团初时登来台湾了，第5天陆续去病院做第2摆自费 PCR 采检，不过才出国算4天登来了后，前5天爱加强自主管理，免坐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也避免出入人济所在。确诊阴性了后，各9天的自主管理，对正常生活至少带来无方便。因为还是得上班，所以就是先尽量让我不要跟其他人太过接近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先出去外面办公了。资讯的部分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说提供的部分可能还是有一些没有那么的清晰，所以可能要我们参团的人自己去收集。为4月7日8人修法团出发了后，第2团出团人数减少真济，只有1间旅行社顺利出团10人，初次搁出第3团人数无济，12人搁加1个人去秘鲁的工作者。旅行社全力拼初10的第4团，有修法起来出团人数41人。因为一般上班族有些公司还是会担心有问题，所以不愿意让员工请假请这么久。是不是可以在有条件的限制下，譬如说聚会不要超过50人，而且能够实名制的情况，就是说它的防疫作为是可控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放宽给这些去旅游泡泡回国的国人。秘鲁团人较少，除了考虑介绍出去佚佗甲回国了限制，互人唔敢去。秘鲁观光局宣布取消航空载客7成的规定，也取消新台票500块的旅客验证中心的钱，佮补助陆客群岛遐设施水体湖的参观费用，每人25美金。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希望减少检疫时间，指挥中心回应会开始研究疫苗护照的可能。也有在针对疫苗护照这个部分在做进行的一个研究啦。
整个全世界的一个交换格式啊，事实上还是目前还是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这边这个国家所呈现的这些资讯，我怎么去跟所有其他的国家做交换啊？目前大家都版本不一啦。另外，代表旅游小法团第2摆采检结果，庄仁祥指出，采检期间是4月初9到11，规团的采检结果要等11才有完整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咱国内新增加4例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分别是对意大利、菲律宾甲英国入境台湾的，其中长期带伫意大利咱台湾人50多岁的女性，去年11月份伫境外胃着病，12月底返来台湾了后，有做居家检疫，验过伫台湾3个多月无症头，验过即马确诊。在去年11月上旬有出现咳嗽、有痰症状，在意大利当地就医并确诊COVID-19， 那症状轻微，未住院治疗。那后续在10月21号跟25号采检结果是阴性。那个案在去年12月27日返台，那入境后至防疫旅馆进行居家检疫。那在台期间没有症状。这对意大利返来台湾的女性，伫今年4月初6日时是一直发烧，去病院做采检，即马已经转去隔离病房做治疗。以前指挥中心冒接甲伊接触者有3个人，好加在这3个人目前是无症头，已经在做自主健康管理。另外，还有2例是对菲律宾来的移工，还有1例是对英国返来的本国籍的男性，伊伫去年的正月去英国食头路，11月份的时有出现症头，伫当地有确诊。今年3月26返来台湾，伫4月初8检疫的时体检出阳性。来关心由英国研发印度制造 AZ 预防车，伫一寡国家注射了后，拢出现有脱血路的副作用，所以欧洲一寡国家甲澳洲即马拢有限定做 AZ 预防车的年会。另外，因为印度第2波的疫情阁压起来啊，当地政府即马打算要管制预防车出口，要先留喺家己用。伫法国各地室内疫苗注射中心，未少人排队等咧做 AZ 疫苗。法国伫这礼拜做疫苗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针对陆续传出血管去脱掉咧这副作用，有民众感觉无要紧，有人感觉是心惊惊。Disons que si on peut éviter, pourquoi pas. Moi, le risque, je préfère pas le prendre. Alors je sais qu'effectivement il y a des problèmes par rapport à l'AstraZeneca, mais bon après par rapport au nombre de pourcentage de personnes qui sont atteintes de tel ou tel effet secondaire, par rapport à la population, non, moi ça me pose pas de problème en fait. 伫甲医疗专家讨论了后，各国政府也推出做 AZ 疫苗方式，比如法国甲加拿大都限制55岁以下民众做 AZ 疫苗。另外，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抑个瑞典、芬兰建议的年会限制也拢为55岁以上到65岁以上，但未甲挪威是暂时卖做，一直到下礼拜有进一步自信为止。英国是规定30岁以下少年人确实意愿要做，医疗单位爱提供 AZ 疫苗以外选择。另外，伫南半球的澳洲，政府要求50岁以下民众避免使用 AZ 疫苗。不过，对年岁较大的人，卫生单位认为有做疫苗比无做较好。The ratio of benefit to risk is massively in favour of getting vaccinated. We need to protect our people, who particularly those over 70 and 80 who are the most at risk of COVID. AZ 疫苗即马另外一个问题是供应不够，负责生产的印度面临第2波疫情爆发，政府宣布暂时冻结 AZ 疫苗出口，上紧要6月才能恢复。Predictability of availability of vaccine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he situation with the Serum Institute and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mposing restriction, it makes it very complicated for our vaccination program across the continent. 非洲联盟指出，已经设法转去买美国交生公司的疫苗。澳洲是将目标放伫同款来自美国的辉瑞疫苗。相关官员指出，这个陆续传出的副作用无关系，确实 AZ 疫苗通用，也是继续做。增加买来源主要是确保疫苗数量有够用。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年度的大代志，这是大甲妈事件，AM主席要起假，按算参加的信徒会真济，超过10万人。为着防疫，爱挂喙罨，食平安餐嘛是一人一份，嘛无开放软脚卡。另外，大家拄好拄着减压供水，庙方是提醒大家，水一定爱欠啊用。
一边伫咧炒大鼎菜，另外一边的职工是赶紧伫咧切菜准备。因过全部按照防疫的规定，专程啊挂喙暗。而伫咧提菜底盘的所在，敢若开放部分的所在，互信众家己摕。不过为着防疫，爱使用免洗的碗箸。口罩、帽子手套，这个卫生安全，我们都有防疫的安全，我们都有注意到。大家嘛，初九主席就要展开9天8暝的绕境行程。竟然讲规工信众是去啊满，不过要求出入拢爱对同一所在，喙暗也拢爱挂掉咧。疫情有确例加上无用出国，有时估计起价典礼会来超过10万人，而整个行程会超过60万人次。不要有破口啊！大家咱今年同款，大家嘛起价嘛无论叫卡，因为现在不能跟以前一样了，因为这个为了疫情，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卫生安全。除了防疫是考验以外，中部地区也开始供水5天、停水2天的限水做法。镇南宫虽然是在铁路以西区域无伫停水的范围，也毋过依然是减压供水，有时是打出飘雨，请民众节约用水，信众也做好准备，尽量做到省水。我们平常就是直接毛巾擦一擦就好了啦。对，就毛巾上用一点水或矿泉水上擦一擦就可以。那希望大家能够也自备一些干洗手哈。现在水比较缺乏，没办法洗手的话，就是能够用干洗手好好的清洁自己的手部的卫生。民众拢讲，啉的水无饮酒以外，其他用水是用省就省。有时是讲，今年因为疫情人数有限制，今年是正常来举办，人数也恢复以往的情形。即使用水加防疫拢是考验，也好有信众爱写做好自我的防护，让这个行程平安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欠水有影影响生活，中部即马已经有一寡县市在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这嘛影响学校营养午餐。传出讲菜单爱做调整，爱先用免洗的冷冻菜色，这是互参与拍客药在种植的农民大受影响。也毋过台中市甲彰化县拢否认讲无做即款的要求，也毋过有一寡学校确实已经改菜单，甲这食汤改做食牛奶，若减少食米改做食米来减少用水。全台水情紧张，中部县市用水供午停止，除了影响平常时的生活，就连学生囡仔营养午餐也受影响。传出学校改菜单，改用冷冻菜色，但向食药协会证实，未少学校营养师已经改菜单。这礼拜亲像是汤，就用牛奶豆奶代替；停水迄一天用冷冻菜色，米饭类也因为用水量大有配套措施。吃糙米啊、它可能要花点时间浸泡，它可能就改成面条类、面类的做法。另外有一些盛装的那个器皿，它就改成免洗餐具，不需要清洗的，或是不需要这个切的，例如说香蕉。菜色部分，大型团产业者会尽量选处理好的小白菜，搁在菜顶。按过偏向学校，可能要考证辅导3天。参加团体客座农民烦恼改菜单，青菜供应客座变做气座，要让地面册表示烦恼损失会扩大。由团膳公司、学校跟生产者这边一起来探讨，看我们要如何去因应旱灾的这个问题。不要让农民一直变成最后的一个受害者。台中市府回应目前无接到学校通报冷冻菜色用量有增加，过传出有县市因为欠水建议停水迄一天，汤暂时卖用用。台中市府回应提供团产业者协助，确保囡仔会饮到汤。积极去派水车到各个学校去，或者是他的那个午餐业者的那个厂区有去提供了。我们没有特别的做这样子说要求冷冻蔬菜，不是说那一种需要重复反复一直在清洗的部分为主。茶食品商业同业工会按算4月底开会讨论欠水团膳学校中昼顿如何维持正常供应，定出省水计划标准作业定时，提供全国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欠水欠到真食力，中部已经咧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即嘛是风声讲副工厂亲像是违法去偷污者。伫台中新港就民众讲，这几天大型的水车出入，而且抽水量阁真大，因是真烦恼会影响高架桥的安全。台中市的水利局是表示，因并无接到申请，说有人去偷抽水，是已经违反水利法的罚地主。到初九，累计的罚金已经有4万8。稽查人员入来到工厂咧翕相片，水井水管是新的，伫个外口还佫有水车引导水管咧接水。附近的民众讲，常常看到大型的水车来遮咧载水。
内底一台啦，外口的佫2、3台啦，拢咧卖水啊。哎呀，佫倒4号，敢袂足危险？民众讲，常常看到水车出入入，差不多是逐台车拢载满满。由于讲，这座台中市新光区的工厂因违法抽地下水来咧转卖，不过中部地区伫初6就已经启动分区供水，烦恼讲安有可能造成地层下陷，再佫挖国道4号有可能会影响到高架桥的结构安全。工厂业者出面来咧赔回讲，这口井早就有啊，只是讲最近提供予朋友来做民生使用。哎，这个开机这满出来就主公司的啊，都落实啊，还有人压台做啥？古代因用的呢。哦，做叫完不了对。哎，那我买来都有啊，呢，啊伊当中有申请无申请，我嘛唔知。业者讲，因无咧卖水趁钱，只是来斗搭限水的方案。台中市水利局讲，因伫咧接到检举了后，初6下晡就去现场稽查，确认这间工厂有一口还未摕到水源的水井，而且有抽水。就照违反水利法甲法来申请凿井，那同意了以后，他就可以去凿井。凿完井以后，他要来申请所谓水权的取得。水利局表示讲，是毋是有转卖水这还佫爱查，不过弄井都爱伫咧非地下水管制区内底，而且爱事先摕到水利建造物兴办许可证。目前除了要求业者爱报警，假使因若是煞咧来提水，安尼就会连续来甲罚。记者综合报道。不满中国甲洛西亚伫背后支持缅甸的军方，缅甸的示威者是伫街仔路烧这2个国家的国旗。也那缅甸的军政府嘛有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因是否认政变这款讲法，嘛讲因并无杀害囡仔，囡仔的死亡拢是示威者害的。不满俄罗斯甲中国伫联合国安理会上主动对缅甸军政府的制裁，几10位反政变的缅甸民众伫示威现场烧2个国旗，也甲军方伫2008年起草的宪法。因为伫这部宪法扩大军方的权力，也互军政府摕来做接管政府的依据。进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得到军政府的允准入去缅甸采访，佮专访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过程中，发言人邵敏通反对政变的讲法，表示夺权是为了重新举行公平的选举，到时阵会移交政权予得到胜利的政党。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统计，截至4月初8，已经有超过600人去安全部队杀害。对这件代志，军政府发言人讲，这是暴动者的唔对。若是面对杀害囡仔的这个指控，邵敏通是将这个错误撒给恐怖分子，认为这是故意抹黑军政府。若是要批评军政府，并要求释放翁山书记的缅甸驻英国大使觉查敏，初7暗时封锁伫大使馆外，袂使入去。随后又搁接到互人铁腕的消息，过顶天大使馆外出现不少民众，呼吁英国政府拒绝缅甸军方任命的新任外交代表。I haven't decided yet. Are you still the ambassador? Of course. I'm going to meet with the FCC office. I'm going to ask, what the opposition towards me. 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缅甸军政府已经向英国外交部寄出一封正式的任命书，确定由副手齐特温担任大使这个职务。今晚已经要求觉查敏离开英国，登去到缅甸。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英国北爱尔兰江浙所在，较我英国的保皇派社区，过去10天，伫街仔路青少年暴力冲突不断，已经有50多个警察受伤，也有10个人互掠去。年岁上介细汉的，敢若12、13岁啊。因为冲突愈来愈严重，所以嘛出动高压水炮车，这嘛是北爱尔兰最近这2年来头一摆看到。Attention, attention! This is a police warning. Disperse immediately, or water cannon will be used.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社区香吉尔路甲斯普林菲尔德路中间，挖近和平墙的高敏感地区，保皇派甲共和派居民，初6、初72暗，少年所发生青少年的暴动，因用汽油弹引火石头攻击警方。初8，警方出动高压水炮车来赶人。3月底以来，北爱尔兰真侪城市甲乡镇街头暴力不断，上界严重的一件是发生伫初7尾仔嘛。一阵后面穿乌衫的人拿炸一台经过香吉尔路的双层公车甲放火烧，为现场传出来的影片来看，涉案的拢是少年男性，甚至也有囡仔来参加作案。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路易斯初8出面谴责暴力，呼吁各界要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无同的意见。The way to deal with these things is through a diplomatic, democratic, political process. There is no legitimisation or excuse for taking to violence to deal with any of these issues. Sort of
the peacemakers in the communities are being undermined, and there's many factors, including obviously criminal gangs at work who benefit from chaos like this. 北爱尔兰天主教徒新教徒亲英国的保皇派甲亲爱尔兰的共和派中间复杂的历史因缘，伫脱欧了后所实施的北爱尔兰边境管理机制，问题搁较侪。大家拢是为家己观点来看问题，真侪通冤。去年6月，共和军的情报首领巴比史托瑞的丧礼，沿路聚集2000外的抵爱民众，防疫限制令拢无效，引起保皇派人士的不满。特别是因为下季国号甲对大游行风取消，有一寡人指控警方是双重标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点下等下过来，咱来关心《青年日报》之前有刊一篇报道，用海军提供的相片也个文稿，说老协中科院当地研发上届新型的雷达车。这篇文章阁互外国媒体提起报，风声讲这是引起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关心。那咱国防部长听讲嘛真生气，目前《青年日报》的社长孙立峰已经互调职，那国防部的内部嘛有做人事的调动。隶属有国防部政战局的《青年日报》进前刊登一篇由海军中平军舰副导长提供执行平湖马经运补任务时的相片甲文稿，互中科院研发的最新型轮型被动雷达车意外被公开，而且阁有外国媒体引用传出去予 AIT 关心。虽然文章已经删除，但阁传出互国防部长邱国正下令检查，因为牵涉到重要的主通电装备，而且无定着有美国所提供的相关技术，所以互美国非常的重视。这是中科院针对资通电这个部分所研发的新装备，但对于它这个相关的部署和使用的状况，其实一直都不是很清楚。我认为美国人可能会觉得，你们的保防意识或相关的准则规范可能有点问题，有程序欠当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一起要求海军司令部应该要按照相关的规定来执行。青年日报的部分，我们也请他把网络即时新闻中不适宜的这个内容下架。国防部承认海军文宣投稿听说无适当，不过澄清美国的关心部长生气，也甲真侪人受处分这一部分的报道并无正确。军事专家指出，这个雷达会当讲是中科院2018年所研发的收发分离导机雷达的升级版，是机动型的被动接收系统，具有先进的相位电力架构，利用多角度目标的侦测能力，对抗反辐射攻击武器。亲像中共的歼20运行战机，都是无对称作战的重要装备。这种机动雷达在战时的时候，可弥补我们这种固定雷达阵地被摧毁损失，可以进行我们的整个探测网络一个补盲或者弥补作用。因此，它任何的调动相关的作为来讲，对国军来讲，绝对是一个很机敏的部分。传出《青年日报》社长孙立峰为这个案负责，甲陆军司令部公共事务组长黄海燕职务对调，也甲这个中平军舰副导长叶宏调职。不过国防部是讲人事调动拢是依照相关的规定办理，对这个风声无要评论。记者综合报道。德鲁古的车跋落马，造成严重的伤亡，部分罹难者的遗体损伤甲真严重。全台湾去的遗体修复师伫第一时间就赶到位，到目前已经有100外人次。因无固定的班表，做忝就退手，希望要互家属看到甲普通时啊共款，好好的亲人，要送因行最后一段路。倒手大木工会一直楼先用卫生纸切切的，原本咧做遗体修复的修复师，赶紧到花莲殡仪馆内底主治病院临时设的医疗站处理。工作过程中会被手术刀划伤啊，或者是被这个缝合针刺伤，那甚至在这个遗体上面会有一些破碎的玻璃。后天检测到，或者是被罹难者身躯碎玻璃刮伤，其中一位修复师手几下的空喙，因讲已经管事啊，只是为医师烦恼感染风险，决定伫现场替所有修复师做破伤风，也有抽回检验功能。因为照他自己这些大体，有的他的这个卫生状况不是那么好了哈，那所以可能有很多的细菌，再加上这些大体，它原来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肝炎呐、这些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会用医院里面感控的作业标准来协助他们。
多谢1号到3天修复师阁开始工作，因为这摆修复难度比以前阁较困难，平均2到30点钟才完成一区。不管是头、身体或者是脚这些，包括脚趾头这些，我们都是要就是慢慢的帮它拼凑完整。那如果缺失的部分，要帮它塑形，因为它真的很可爱，很可爱。然后就说就都不痛了，然后这些姐姐哥哥他们会帮你修复完整，然后你就乖乖的跟菩萨去。组成志工团队协助修复，调解人陈修长强调，拢是检察官上验，家属确认而且签同意书了后才作业，克服艰难甲心痛，只求公职原本。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轻便铁路2006年通车了后，各大是发生过26站车祸，大部分拢是汽机车违规转弯。那最近一摆车祸是伫咧这个拜三，其实沿线因受到4个智慧伫智慧路口封路的警示系统，确实有路用有降低车祸的比例，所以因即马拍算要加到50个。轻铁列车要通过头前向后一台转弯车，这个时阵安装伫驾驶这边的智慧路口封路警示系统，就会出现列车周围有车的警示图。另外，十字路口红灯秒数剩偌济，经过这个路段爱偌济时间，伫警示系统拢看得到。那我们现在一街侦测范围大概在周边的100-200公尺左右，那我们希望可以再扩大过去没有被侦测到的一些盲区或是盲点。可以更透过先进的技术，然后可以更全盘的掌握。这套封路系统目前伫轻铁沿路列车敢若4个路口有设，不过轻铁通车5年外已经发生26件车祸，大部分拢是去转弯车弄到。这原来互交通局决定，除了原来4个路口，要搁扩建50个封路侦测系统，伫轻铁2阶段工程2023年完工了后，原来会同步来增设。这个智慧防碰撞的系统可以有效降低80%的一个碰撞肇事件数，那我们也期待是说，未来在2阶也可以达到相同的一个功效。我没有在看那个应该很少人会去看那里吧。交通局统计，单一路口封路系统伫个增设进程，平均每个月1.65件车祸，增设了后降为0.3件，确实有这个必要性。不过也无可能讲设了后就完全无车祸，也是需要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当真正无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考划高雄市按算要对凤山水库提供予民生用水的供水量，对2万吨提高到5万吨。严格环保团体是讲，凤山水库水源是东港溪，水质真歹，过去这水拢是提供予工业用水，即马要摕来做民生用水，讲袂过，要求政府爱先改善东港溪污染。凤山水库这个水就是为东港溪引过来，经过几落道顶输净化了后，本来敢若当作是工业用水，即马因为欠水，要转做民生用水。淡水库的水其实是来自于东港溪，可是你现在拿来供应民生用水，就是政府花了钱去做生物前处理，等于是高雄人现在有一部分的人要被迫使用这些可能经过这个过滤后的屎尿河的水，因为那都是排泄物啊。对啊，虽然会净化，但是就觉得，就算不是喝下去，用洗澡也是一样啊，对啊。水的来源可能是互污染过，虽然水公司表示这是无水通去用的状况之下，来参考的水源之一。不过，这水源拢会经过净化，确保会当使用，才会当提供，而且这水量占比例是非常的低。水质标准之后，好，那我们才会来做这个，再经过一道这个净水处理，符合用水的标准，才会送给民众使用。高雄的这个民生用水总共是有100多万吨，大概3到5万吨而已。所以它用量其实是很少的。没有成立了因早鸟稽查无价值的行动计划，那另外也有辅导的一个策略，联合农业单位进行那个废水处理设施这个补助。屏东县政府回应，东港溪顺过去是高污染的河流，经过这几档的努力，水质已经慢慢改善。目前嘛规划真侪的方式，加上辅导业者来改善，希望用真侪方式做伙来做，让水质变了更较好。记者王柳婷、陈显坤个人报道。来关心疫情影响移工，即摆咱台湾做工课，尤其对台湾的长照人力影响上大。嘛，因为做看护的社福移工薪水较低，而且无劳基法的保障，若准讲产业有欠挂劳，拢会转去换头路。
根据劳动部统计，去年外籍看护工转去工厂食头路的是无够300个，也毋过今年正月就247个，对弱势家庭造成不便。劳工团体讲，问题就出伫薪水上低。所以他如果突然没有办法来上班，或者说他突然中途走掉了，那这会对我们家庭好的这种照顾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林小姐讲，请来家属义工向讲要请假，对问之下，竟然是中介公司叫伊去应征产业义工，也讲会使找朋友斗阵来。林小姐讲，义工来做看护工，需要甲厝底人来斗阵熟悉。疫情影响之下，若是向要离职，若真歹找到接替人，若是好运找到，也要支付隔离检疫费用，因讲增加袂少照顾压力。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2+1，3个礼拜的隔离的期间，必须要去临时找人，而且恐怕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找就是台湾的看护这样。那这个部分，因为台湾的看护，说实在的，这人力确实非常的不足。根据劳动部统计，国内外籍移工大约是71万人，其中46万人是产业移工，适用劳基法，基本的工资是24,000块。25万的社福移工，大部分是家庭看护，无适用劳基法，基本工资是17000块。中介团体坦白讲，产业移工待不悬，造成出现社福移工想要换头路的这种情况，甚至向头家要求加薪水，引生袂少纠纷。那你现在你说不做就不做，他的病人要叫谁来做？叫谁来看护？挺关心，厂工也进不来，搞到最后变成3输4输啊，大家都输啊。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期望雇主劳雇之间能够多协调。当然，他们现在遇到就是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同意嘛，这就只能劳资去协商啊。劳动部表示，去年外籍看护工转去工厂上班无够300人，也毋过今年一月转职的有247人。未来建议是不是增加薪水的补贴，提悬工作意愿？劳工团体是强调，政府确实应该提悬外籍看护工的劳动条件，才法度阻止这种乱象。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叫是帕金森氏症，是侪岁人才会治病。其实伫即几冬开始有较少年人嘛破病。医生讲，除了传统的药物通治疗，即马手术的治疗嘛有健保的给付，配合食药啊，会当维持患者的生活品质。今年50外张先生看医生，一步一步行了真好势。其实张先生40岁时，互医生诊断出帕金森氏病，经过治疗了后是好真济，即马出门行5公里嘛无问题。最后就是走路已经不稳，需要大概。甚至有时候5分钟都没办法站立得很稳，那就走回家走到一半就黏住了，需要旁人帮忙叫救护车。生活品质已经改善非常多，可以自己洗澡，可以自己穿衣服、行动都很方便。除了药物治疗，张先生佫接受深部脑刺激手术。这种手术唔但减轻镜头，嘛会使减少药物的使用，食药啊造成的副作用嘛就减少。手术一遍效果会当维持7至10天。104年是有就是这个刺激器有健保给付，然后108年才有这个导线的这个给付哈。那在这之前呢，可能就是每个医院的一些就是收费标准不同，大概都要自费到80到100万左右。那另外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型的耗材，就是看那个自费的部分呢，大概就是要看使用的状况。所以原本可能从80到100万变成大概10多万左右，如果健保给付。是的。切近2个庆祝张先生治疗了真好势。北医大附设病院神经内科主任叶笃克表示，可能是大家对这个病开始有较侪关心。最近有发现较少岁的人嘛确诊帕金森氏病。医师强调，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就会使维持生活品质。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镜头来云林北港有一个真特别的灯会，用象拔机竹仔来设计，嘛有邀请工艺师来做高仔灯，佮和北港卖的历史结做伙，充满在地特色。云林北港旧地号名叫做本港，是古早时代移民开垦的地点，也是商业往来的重要港口。打北港工艺坊伫巷仔内底办灯会，邀请工艺师创作，佮用象拔机的竹仔来装它，用电火球啊、水道头的水来呈现北港的形象。然后最近我们就是想说，可以用这个竹子，可以把这个我们北港的意象把它呈现出来，因为苯就是由竹子跟本这2个字组合起来，所以说叫苯。它有一点叫竹本清新谓之苯。
然后有一种谦虚的一种意涵。然后水向百川汇流港起来，就有一点类似一个港口，而早期北港也是一个河港。另外，北港的宗教中心朝天宫妈祖庙做歌顶的师傅李建南，就掠在地宗教做主题，做人生欣赏的歌顶。我做一个千里眼跟顺风耳，因为我们在地是北港妈祖庙这边，那我就想说要做在地特色的。1970年代，威权政府出版《国民生活须知》，讲是要推现代化，其实是规范人民的礼数和行为。大为优为工艺师所准识，甲这个有时代意义的产物和现代的防疫结合，强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其实不管是当时或是现代，都是很需要去注重这个卫生方面、生活方面的一些民生方面的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国民生活须知它是要教导大家去做好这些功课。因为有人捐电钱，灯会一能到5月初9母亲节，不过干那礼拜时才会点灯，有兴趣的民众会使来行打。记者综合报道。带乡亲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英国的白金汉宫伫头拄仔是宣布讲，女王伊丽莎白2世翁婿菲利普亲王伫今仔日透早破病过身，享基寿食到99岁。菲利普亲王甲女王结婚73年，是英国历史上服务时间上久王室的成员。今年6月份，伊就要满100岁啊！亲王因为健康出问题去住院，今年2月16日时，搁有做手术。当时，白金汉宫是表示讲，这是加拿大治疗伊原本就有的心脏病，嘛伫3月16日时已经出院，也搁传出伫今仔日过身。王室对这件代志真悲伤，英国人嘛真唔甘。来关心高雄登记森林游乐区，伫2009年时，因为莫拉克风台的侵袭造成连外道路严重的损伤，园区的步道嘛害去，所以已经关真侪档啊。好消息是，伫5月初7时，拍算搁要重开园，毋过逐工价格敢若会使互500个人入去。四界拢是山雾，和树仔围绕咧。伫个森林中，这片的美景就是位在高雄，被称作南台湾小溪头的登记国家森林游乐区。风园已经真久，在去年底站试用温3个月了后，即阵屏东林区管理处甲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到签订合作备忘录，宣布在5月初7重新来开园。经过几年的这个整建，尤其是连外道路的部分，突破18K 的大崩滩哈，已经在今年已经抢通哈，那会在预定在5月7号可以对外来营运。封园的初期，由园区的水量不足，所以讲每天管制500人入园，其中200名额是委由协会团体用套装的行程方式来办理，鼓励游客坐转盘车入园，减少交通的负担。为了保护连外道路的路基，甲一类大客车是禁止通行。我们希望借此串联起来，希望能够增加带动15到18万的一个旅客的人次，创造将近有4亿元的一个观光产值。城市的开放，那可以带动中北部的游客来去体验不一样的感受。另外，登记森林游乐区封园多年，其实是因为2009年受到莫拉克风灾侵袭，造成园区步道真侪所在受损，唯一的连外道路登记林道更加是严重放落去，了后就一直在维修，甚至乎规节来土石直直松动放落，一直到最近2年才较稳定。经过12年的重建了后，也将有修复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叶菜类用过要外销是较困难，也毋过云林西地最近有找到新的技术，因是用真空冷冻、套袋仔包装的方式来保持叶菜类的青度，会使冻一季节。即嘛互云林的小白菜、汤丝仔菜坐船卖去澳洲，降低运输成本，嘛拍开新的销路。菜色采收后，真空有冷，搁透过雕气式保鲜袋仔包装，可用延长菜色保鲜的时间超过30天。因为菜叶无法度长时间保存，过去外销爱透过空运，啊，毋过运输成本伤过悬。即卖合作社甲民间企业突破保鲜技术，将菜色透过船运外销到澳洲东北边的马绍尔群岛。就是用真空印整个环节做起来，在最后用细条保鲜的袋子来把它封装，可以延长又稳定的供应，长距离的运输。可以我们未来的叶菜类可以不用空运就可以到达我们目的地。
果菜生产合作社表示，空运甲海运的成本1公斤差780块。虽然条气色保鲜袋比一般的塑胶袋贵5倍，不过外销成本上1公斤的菜色只开1块。在地农会表示，保鲜技术进步，希望带动未来菜色产销的转变。空运的成本比你采都较贵，所以现在我们突破了这个瓶颈之后，咱把只要我讲。难听，咱得用船运的方式，用钢给咱做这分销商，持续的去扩展其他的市场啊。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合作社厂或者是农会或者是出货者，能够注重保鲜上的技术。农业处表示，台湾菜色水果水分甲甜度悬，若长途运输无控制好，出问题，外销市场就无法度继续。即卖应透过保鲜技术延长保存，未来若拄到大出力的时阵，有更较侪销售的管道。记者综合报道。新一关警察局欢宜山分局今日宣布讲，因抓到一个暴力讨小的组织，嫌犯普通时是伫抵挡甲强拿走跳。强占市场，强逼打伤，就要让出单位，再搁转手卖予别人来抽利润，结果有抓到4个嫌犯。警方接到通报，随来到犯嫌厝内抓人。警方表示，单成主嫌徛头的这个组织，过去常常以恶势力强占市场单位，卖用暴力方式恐吓被害人讨小。真侪在地摊商感觉真惊吓，假借这个黑帮势力的名义，来滋生事端，暴力讨债，并对这个市场摊位还有这个土地中介业者，来做一个恐吓取财。那案经，我们的专案小组，长期布线搜证，实际侦收，在昨天，我们将这个诚信嫌犯为首的这个暴力成员，逮捕到案。花山分局表示，因长期收集证据，特别包括徛头担心犯嫌在内，计共4个人。伫底现场查到一支假的手册、被害人本票甲别项的证物。警方初步调查，目前至少有5个受害人。新北县警察局长吴进田除了颁发破案奖金，也表示会继续扫动非法组织。记者周君和新竹报道。国家万家博物馆当地筹备，伫台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最近有买到一批自证诗集，台湾的囡仔册、翁仔册这文物，其中嘛包括伫1960年代上届抢市的儿童杂志《王子》。《王子》杂志的创办人蔡坤林嘛有到现场去到位，讲50多年前为怎样伊要创办这本儿童杂志。放伫桌仔顶的，拢是早期珍贵的儿童杂志甲翁仔册。其中《王子》杂志是足侪人做囡仔时的记忆。创办《王子》的蔡坤林，由文化部官员、甲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陪同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伊看到《王子》的创刊号，甲遮尔侪收藏，表示足感动。伊嘛讲起50几年前，为虾米会创办《王子》？有一天，所有的警察出动，在市面上所有的漫画，假使也无照这个连环图画辅导办法上审的吼，这拢全部没收，没收，毋是限互你出版社无，甲伊收做一个，甲伊堆起来，甲伊放火，甲伊烧，这一寡作家吼，拢失去头路。经历过白色恐怖的蔡坤林，当时为着侪漫画家甲作家，才会伫1966年创办《王子》，而且创刊的印2万本。迄时阵真抢市，嘛是1960年代真重要的杂志。伊内容真丰富，主要除了故事以外，还佫真侪，就讲迄阵科学的知识，也是讲真侪各方面的一寡世界的一寡消息的介绍。迄阵主要就是讲真侪少年的读者，对因来讲是一个熟悉这个世界一个启蒙的一个读物。毋拿王子杂志，现场阁有东方少年、学友等等，拢是迄个年代的翁仔册杂志。台湾历史博物馆对去年开始筹备国家漫画博物馆，已经收藏8000多本台湾的翁仔册文物。亲像蔡坤林先生这款翁仔册产业从业者的故事，因拢当咧整理，希望伫6月之前会当完成软体相关的规划。记者陈家文、赖伟哲台南报道。
伫台语表演艺术拍拼18档的阮剧团4月中要巡回演出10点这出戏。这出戏舞台剧已经是要搬5点钟，因已经准备2档啊。因为因是改编国外故事来演，也毋过即摆要用台语来搬咱台湾的故事。惊人的刑事案件、过去的历史事件，阮剧团改编5大奇案的新作品《10点》。第一部奈何桥一开始就有震动的气氛，甲宗教鬼神的元素。因为5大奇案内底几乎拢是你讲凶杀，也是迄个时阵社会面对不公不义的一寡表现。所以其实伫阮即道的设定内底，既然叫做10点，当然有咱对于善恶的一些批判的一些思考。10点这出戏分做奈何桥甲轮回道2个部分，2部分拢是2点半钟。阮剧团表示，过去因改编的经典作品拢是国外的故事，即摆想要伫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用台语来讲台湾故事。阮是把这个改变的初心转回到咱在地台湾，而且阮即道要挑战的题目是5大奇案包括周行过台湾拿刀记嘉义清末民初开始传颂100多年的这些经典的故事。刚刚他们开头念的那一些事件堆叠的感觉，跟就是《华都跌记》的最后不是有列出很多的歌曲的名单，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就是会让我自己脑海里面有很多五味杂陈的感觉。第2届国家表演艺术中心3馆强制作品，都是阮剧团开2档时间筹备的10点。嘉义县政府表示，家己制作好剧本要伫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来演出，为着要互因会当有好的表现，特别提供场所互因来排练，嘛安排初8、初9这2暝，互家己在地民众手头前看这出好戏。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明仔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东部甲桃园以北的所在会落地渐雨。伫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也有西部的山区嘛会上大雨。若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接下来关心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4度。综合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